现咱来讲听上帝话，记载伫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1章18节到25节。耶稣基督诞生的时，经过是安尼：伊的母亲玛利亚已经甲约瑟订了婚，但是伫成婚以前，玛利亚知影家己已经对信神怀孕。伊的未婚夫约瑟为人正直，但佫毋愿意公开侮辱伊。却有意要秘密来解除婚约。伊当伫考虑这个事的时，主的天使伫梦中向伊显现讲：代笔的后代约瑟，毋免惊，做你娶玛利亚做妻子，因伊怀的孕是对信神来的。伊要生一个婴仔，你要甲伊号名叫耶稣，因为伊要拯救伊的子民脱离因的罪。这一切事发生是要应验主照着先知所讲的话。有童女将怀孕生囝，伊的名要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的意思就是上帝甲咱伫地。约瑟一醒过来，就照着主的天使所吩咐的去做，甲玛利亚成婚。但是伊要生囝以前，无甲伊同房。囡仔出世，约瑟就甲伊号名叫耶稣。这是咱敬听的蔡牧师要带予咱的信息。上好的礼物，请咱恭敬来领受。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日是救主诞生的日子，咱三甲来庆祝，愿所有荣耀拢归乎真神上帝。要领受上帝话之前，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你今早起，阁用你的疼吸引阮来到圣殿中间，互阮甲你亲近。特别，阮今早起要感谢你，将你的独生囝耶稣基督赏赐互阮，互阮每一个人才做一个有愿望的人，互阮每一个人会当伫你的恩典顶面，得到你所赏赐永远的活命。主，阮用感恩的心伫你的面前自执，也要强守你的话，求你帮助阮。互阮用恬静的心领受你的话，过程中间就得到你所赏赐一切恩典。我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首先恭祝大家圣诞快乐。咱知影圣诞节是一个真适合赠送礼物。互咱亲朋好友的一个时间，咱会准备一寡礼物，赠送互咱的朋友，来表达咱的心意，同时也祝福因。咱知影咱每一个人拢接受过礼物，也捌赠送过礼物。礼物的意思就是毋免用钱买，毋免用劳力去赚来，就是白白买互你的。所以咱无去送人礼物，甲人收钱的对无？无安尼嘛我记得我的两个囡仔，母亲甲母亲细汉的时阵，因知影我的生日到，因为着要表达因的心意所以会想要送我礼物。但是因细汉都无钱通买礼物所以拢会拿我请钱来我的面前拿我请钱，讲爸爸，你生日要到，拜托。200块互我我去你买礼物来送。因个做细汉我想讲既然有这心意我就因爹摕200块互因，因就去买礼物互我。但是我感觉心中感觉怪怪，我家己出钱互因去买礼物互我。所以后来因较大汉淡薄，我来因讲，母亲，礼物是毋免用钱买，毋是用劳力去赚，所以礼物你来白白送我嘛。所以因两个就去参详小了拢送我一个红包内底底几张纸这张纸毋是无意义的因这叫做兑换券你捌用过兑换券无我看迄抽开第一张写讲捶背10分钟第二张写讲哇洗碗一遍所以那我腰酸背痛的时阵，就讲母亲来兑换券互你捶背10分钟所以这个礼物就是
我白白得到的，吼，我无用钱去买，嘛无用劳力去赚，只是因为这囡仔听我，所以因白白将这礼物互我。啊，但是吼，咱知影送礼物是一件真快乐的事，但是有时阵吼，要去经礼物吼，有的人真头疼，因为要经到一个送人一个满意的礼物吼，有时阵爱用尽脑筋啦吼。啊，所以当然，咱望讲接到一个送互人一个真好、真合用的礼物，对方会真欢喜，咱嘛真快乐。啊，所以咱爱想安怎送好的礼物。一般来讲，要送一个礼物哦，有几个要件。第一个要件就是爱有价值。吼，咱送礼物就是爱送迄个有价值的物件嘛。有人讲啊，礼物是代表心意，哦，所以礼轻情意重，吼。所以价值无重要，啊，但是吼，咱家己想看觅，你来送一个无价值的物件，咱家己都无爱的物件，安尼敢会当表达你的心意？就是你本身就无诚意嘛。所以咱送的礼物就是爱有价值。因为这价值吼，毋是价钱啊，吼，价值是对家己对对方拢有意义。甚至有人讲，咱要送人礼物吼，爱送到咱心会疼，心会艰苦。安尼才可以真正的好的礼物。我会记得我要来双连护林进前，吼，有一个人来看我，这是我真少年的时阵就照顾我，伫信用顶面照顾我的牧师孙宏定牧师，伊是我的牧师吼，我嘛是伊头我行洗礼。啊，伊来看我，一方面替我祈祷，甲我祝福，互我有气力。另外伊也带一个礼物。哦，我收到迄个礼物，我有够感动的吼，我目屎用要忍落来，因为迄是真有价值的物件，就是伊将伊一个内骨带的品啊吼，内骨带品，吼，领带夹送互我，迄是一个旧的物件，我看迄可能伊用真久的物件，吼，可能对伊真有意义、真有价值，但是伊要祝福我，将这物件送互我，哦，所以迄对我来讲有真大真大的意义啦。啊，所以迄个物件是爱有价值的，爱有意义的。第二项，这物件爱有路用，吼，咱送这礼物对接受的人爱有路用嘛。啊，有的人都无啥物头章，啊，你送伊一支纸，吼，啊，你对伊都无路用啊，吼。我会记住我伫台南新学院咧做迄个宣教中心的主任的时阵，有一当迄个圣诞节，吼。我的助理就讲哦，每一个一级主管拢爱捐一个迄个礼物吼，啊，互人摸彩吼，啊，我就当去我头疼，毋知要买啥物礼物吼，因为有真侪人吼，过去捌送我内骨带，因为我做牧师大多数拢穿牧师服嘛，真少拍内骨带，我想讲，这内骨带真贵的，真好的吼，来捐出来互人摸彩，啊，我牧师娘甲我提醒，我牧师娘比我较聪明啦吼，伊讲吼。啊，新学生有查甫啊，查某吼，啊，若万一若查甫抽着，都可能真下用，但是若女生抽着，女生拍内骨带的机会较少嘛，啊，所以安尼伊就无适用吼。啊，你送伊这礼物吼，伊留咧也毋对，啊来单调嘛毋对，啊，所以这就是吼爱有路用啊。咱送这礼物爱，互人爱有路用吼。啊，第三项就是上好的礼物吼。就是爱对这个人，毋简单有路用，爱有好处。因为比如讲有一寡人送人礼物吼，可能伊有咧路用，但是无一定对伊有好处。比如讲咱过去吼，咱若出国转来，啊经过迄个免税商店，咱有时会买一条粉来送啥物人？啊送粉吼，当然有个人真爱食粉，但是咱送即个物件，互伊对伊的身体无啥好势，所以无好处，吼。所以咱送物件，互人即摆拢强调爱送迄个健康的食物，还是讲健康的用品，互伊接受即个礼物，毋干那好用，佮对伊有好处。啊，最后一项，就是送礼物吼，爱适合啊，爱适合人吼，就是讲爱适合伊用，啊，互伊用了真好。我记我有一遍吼，拄着阮一个同学，高中的同学，我看伊即个。身躯插一支笔，哦，足水的吼！我讲哦，你这支笔真水。伊讲迄因阿嬷送伊的吼。我讲你阿嬷开送你这支笔。伊讲吼，到中央节的时阵吼，里长吼
送伊即支笔啊，因阿嬷要100岁啊，讲伊阿嬷讲，这李长讲送我一支笔，叫我写字啊过来10当无写字啊，佮即摆咧叫我写字所以将即支笔送互阮这同学。所以咱送这物件爱适合伊用啦，所以咱就知影要敬礼物爱有价值，爱有路用，爱有好处，爱适合即个人。咱知圣诞节，上帝要赠送咱一个上介好的礼物，听的礼物。圣诞节咧讲的，就是一个上帝赐了一个上介好听的礼物，互咱的故事。咱拢会记即段经文，即段经文这是约翰3章16节，咱爱来背起来。伊讲，因为我感觉即段圣经节是圣经中间上介重要的一段圣经节。讲上帝听世间人，甚至将伊独生囝赐互因，互一切信伊的无至到灭亡，反得到永远活。这圣经中间上介重要的一段经文。伊讲上帝听咱，独生囝救主耶稣赏赐互咱。要互一切信伊的，无至到灭亡，反得到永远活。这是上介好的礼物，因为这个礼物的价值非常非常悬。上帝互咱这个礼物是付出足大足大的代价，这个代价就是伊将伊的独生囝赏赐互咱。咱中间做人父母的，咱疼咱的囝疼命命对无？我记得我当两个囡仔出世的时阵，我甲无顺娘拢真疼惜因。这所有的父母拢安尼啊。半暝的时阵，若像最近的天气较寒，半暝的时阵嘛爱起来看因甲被无。热天的时阵爱入去房间巡看有一只蚊仔要来叮无。迄有一只蚊仔会叮着，咱拢感觉做毋甘的对。因为咱疼即个囡仔，上帝疼咱到安尼啊。将伊的独生囝赏赐互咱，为着要救赎有罪的人。所以上帝付出足大足大的代价，伊牺牲家己的独生圣囝耶稣基督，互咱所有的罪孽。所以这个礼物的价值非常非常悬，因为伊是付出足大的代价所换来。第二项。这价值是有路用的，要互一切信伊的无至到灭亡。咱知影，咱人类上界惊吓就是灭亡嘛，是咱人上界大的威胁。因为咱知影，若灭亡，就一切拢无去啊。但是咱人有罪嘛，圣经内讲，罪的代价就是啥物个？就是死。所以罪会引起灭亡嘛，咱无法度得赦。那上帝要咱论罪，咱无一个人会当得赦。但是因为上帝听缘故，所以伊赠送咱这礼物，帮助咱脱离灭亡的威胁。所以对咱来讲，有真大的路用。毋简单安尼，伊好处非常大。伊毋是毋简单，无要互咱灭亡，伊要互咱一个。足大足宝贵的礼物，就是互咱得到永远活。咱伫历史中间看见着，如果若拍开心门，接耶稣基督进入伊的心的人，生命拢得到改变，拢对一个无愿望的人，成做一个有愿望的人。拄则圣歌队咧念的诗歌，牧师非常感动。我甚至听到拉无使。上帝毋是为着完全人来，上帝是为着遐有欠缺、软弱的、失丧的人来到世间，为着要互咱无至到灭亡，要互咱得到永远活的活命。这是上帝要赏赐咱上介好的礼物，而且这礼物是安怎？是适合所有的人。礼物是适合所有的人，来自上帝听的礼物。这款无论你是啥物款的人，拢会当接受伊。无论你是男是女，是大人还是囡仔，无论咱的社会阶级安怎，咱是丧乡也是妇女，这礼物拢是准备互你的。上帝将伊的独生囝耶稣基督
当作礼物赠送予咱，是上界好、上界水的礼物。所以咱对即款上帝赠送的礼物，咱来了解伊的内涵。牧师要通过咱对遮所读的经文，就是马太福音书第1章，做伙来思考，透过耶稣的名，做伙来思考伊带予咱的意义，以及咱爱安怎去回应。那么透过伊的名来思考即个礼物伊的内涵。第一项，咱看见着对遮所读的圣经在讲，上帝来号名叫做耶稣。因为伊要将家己的百姓对罪恶中间拯救出来。这耶稣这是希腊文，那希伯来文叫做约书亚，两个意思拢相共，就是上帝是拯救。耶稣来到世间，就亲像伊的名相共，伊是要互所有的百姓对罪恶中间被拯救出来。上帝的囝耶稣基督为什么要降生伫世间？就是要将家己的百姓对罪恶中间来拯救出来，所以这就是救主耶稣所带来的一个真大真大的恩典。咱知影伫旧约时代一个人若有罪，罪的人爱来受刑罚，因为伊惊受处罚，所以伊就爱去选一只无瑕疵的羊羔来牵到迄个祭坛头前。然后将家己的手伸出来压掉即个羊的角，咱亲像将家己的罪恶来灌入去即只无罪的羊顶面，然后伊感觉伊将伊所有的罪拢灌入伫即个羊顶面了，这时才将即只羊来杀，为老火，即只羊代替即个人的罪来死。咱叫做代罪羔羊。即只羊原本是甲伊这人的罪无关系，但是伊替这人代替伊的罪。耶稣基督嘛是用即款的方式来拯救咱。伊甘愿来到世间成做人，而且为着人的罪缘故牺牲，被钉伫十字架顶，做咱的代罪羔羊。伊无罪，伊是为着满足上帝公义来死，因为所有的人，上帝是公义的，所以所有的罪必须要被处罚。耶稣承担咱的罪，满足上帝的公义，同时也成全上帝对人的疼痛。所以，咱爱对这款的疼有一个回应，就是咱爱相信耶稣，的确会当得到救。咱爱明白，咱得到拯救唯一的方式，就是接受耶稣基督。成做咱的救主，上帝疼世间人，甚至将伊的独生囝赏赐予因，叫一切信伊的无得到灭亡，反得到永远活。咱只要信耶稣基督，就当得到这个礼物。我记我有一遍去探访一个破病的长辈，伊查某囝爱我去探访伊，而且对伊讲上帝的真理。我就用一段时间甲伊分享，上帝安怎透过耶稣基督要带予伊的祝福。只要信靠耶稣基督，接受洗礼，承认家己的罪，接受洗礼，就当得到救。我来讲的时阵，我们的这长辈已经破病甲真严重，但是我来讲的时阵，目睭贴啊紧紧紧，咧听我对伊讲，开始要接受，但是心中有丢度，我就问伊讲：你有要想？你听了这道理了，你有要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啊无？你只要承认你的罪，信靠耶稣基督，你就能得到这个礼物。但是伊个丢度拢叫伊的查某囝伫个耳孔边仔来讲几句话，伊歹势互我听着，叫伊查某囝就讲：阮爸爸讲若要受洗礼，爱偌济钱啊？原来咧烦恼这啊！我来讲互你送，咱接受这个恩典迄个价钱足悬，无人付得起啊！但是上帝替你付清去，上帝透过伊的耶稣基督替你付清楚。所以你只要信，就当得到救，
讲到遐尼简单呢？我讲吼，上帝将迄个对咱绝对重要的物件，拢互咱足简单摕着。譬如讲，你若要去买船石，吼，船石价钱足悬嘛，爱趁足侪钱，才通去买着。但是你若无船石，你袂死嘛。但是你若无空气，无空气几分钟就死啊，对无？咱中间有人去买空气的，哦，除了足特殊的病人，较爱买空气。咱所有的人，上帝将这会当供应咱活命的空气，免费互咱，用上简单的方式，你只要呼吸就会使。相反，上帝要将永远的活命互咱，伊用上简单的方式，只要你相信救主耶稣基督，接受伊。成做你生命的救主，你就能得到这个礼物。所以咱就爱信耶稣，才会当得到拯救。亲像今仔日有几位兄弟姊妹，因要伫人甲上帝面前来告别因的信仰，接受耶稣基督做因生命的救主，这是上界宝贵，也是送互家己上界好圣诞的礼物。第二项，咱来看。咱拄则所读的圣经讲，的确有在小女怀孕生囝，人要称伊的名做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上帝甲咱同在。伫历史上，咱伫圣经中间，咱嘛无看见着有人称耶稣叫以马内利啦。但是耶稣是用伊的生命表明，伊就是以马内利，就是上帝甲咱同在。借着耶稣基督的降生，互咱真实去感受到上帝甲咱同在，上帝活活出现伫世间人的面前。咱若看约翰福音书第1章第1节、14节到18节，讲啊真清楚。伊讲太初有道，道甲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然后即个道成做肉体，踮伫咱中间。耶稣基督本来是上帝，但是伊成做肉体。除了人的形象，住伫咱的中间，所以18节做一个结论讲，将来无人看见上帝，只有伫被怀中的迄个独生囝耶稣基督将伊表明出来。所以无人看见上帝，毋知上帝的性质是安怎，毋知上帝本性甲作为是安怎。但是咱透过耶稣基督成做人，互咱清清楚楚了解上帝甲咱三甲二地，上帝甲咱同在。所以咱爱有一个回应，就是咱爱更较谦卑去体验上帝同在。有人讲，我拢无感受到上帝甲我同在啊？为什么？咱对咱人的关系中间的了解，咱做囡仔的时阵吼，咱时常爱来甲爸母做伙嘛，吼，爱来师奶，爱甲伊亲近，吼，咱就感受到爸母甲咱同在对。但是咱若渐渐长大，吼，人到国中啊、青春期的时阵、高中的时阵、叛逆期的时阵，咱就较袂爱甲咱的爸母做伙，袂爱甲咱爸母斗阵。咱就感觉讲，因为咱想要长大，想要家己做主啦。吼，咱一个人若想要长大、家己做主的时阵，伊就无爱亲近爸母。相反，咱做上帝的囝儿、查某囝的小共。咱若家己凡事家己要做主啊，骄傲起来，咱就无法度体验到上帝甲咱同在。所以咱学习就是亲像细囝相款，谦卑，会当去体验到上帝甲咱同在。诗篇91篇15节讲，伊若求求我，我就应允伊。伊伫急难中间，我要甲伊同在，我要救伊，互伊尊贵。这是第二项，最后一项。咱常常将耶稣甲基督斗做伙。啥物是基督？基督这个字是希腊文，伊希伯来文就是弥赛亚。弥赛亚这个字原本的是受抹油的，受膏抹者。伊有两种意义，就是即伫抹油的过程中间，代表受权甲切恳，所以。弥赛亚的意思就是上帝所授权甲差遣来的使者。伫以色列传统中间，每一个做君王的爱受抹油，表示伊的权柄是来自上帝，
而且受上帝差遣来掌管。伫犹太人历史中间，因为因经历真侪困苦甲患难，所以特别因的国家被消灭了，因产生一种对弥赛亚的仰望。因期待上帝会当差遣一个有权柄的，是上帝所差派来，会当为因带来拯救。所以伊一直仰望有一个弥赛亚。耶稣基督来到世间，毋是要做政治上的弥赛亚，毋是要帮助因去做一个独立的国家。伊是要做所有的人心灵上的弥赛亚，所以这个救世弥赛亚，有的人将伊解说做救世主，是因为因期待有一个会当救因脱离迄个痛苦的王出现。耶稣基督来是要互咱脱离咱心灵上的痛苦，互咱真真正正佮恢复甲上帝中间的关系。咱称耶稣做基督，是表明咱对耶稣弥赛亚身份的信仰改变。恁称我做蔡正德牧师对无？意思蔡正德是名，牧师是我的头衔，是我的职称。吼，意思蔡正德牧师就是讲蔡正德是牧师。当咱讲耶稣基督的时阵，耶稣是名，基督是伊的头衔，意思是咱承认耶稣基督是咱生命的救君王，是咱的救世主。当咱每一项拢做即款的告别的时阵，咱就接受耶稣基督，成做咱真真正正的王。那安尼，咱有一个回应，就是咱相信耶稣基督，耶稣就是基督，是上帝差派来，要互世间人得到上帝所赏赐永远活命的恩典的迄一位。当咱有即款意识的时阵，咱已经接受即个上介好的礼物，咱应该爱将即个上介好的礼物分享出去，互世间人拢因为伊认捌伊来得到福气。所以伫圣诞即个节期中间，牧师期待每一个双连教会兄弟姊妹，咱拢成做一个送礼物的人，咱让将即个世间上介好、上介宝贵的礼物分享出去，互更较侪人也甲咱相款得到福气。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的上帝，阮感谢你，你送互阮即个遮尔好的礼物，互阮对无仰望的人，成做一个有仰望的人。主，我们因为安尼献上阮的感谢，同时阮也承认耶稣成做基督，就是伊是拯救阮性命。求主赐福保守看顾每一个兄弟姊妹，互阮领受者会得到快乐，也当将即个上介好的礼物分享出去，来荣光你，来祝福人。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